谢主任，正午教授班张宝辉王同学，美术系王雅天王同学，还有音乐系联络人吴慧芳我正山教授班吴慧芳，法律系袁烈辉袁同学，音乐系王宗教王同学，财神到，音乐系张明煌贤伉俪，财神到。音乐系于丽雅，财神到我家的大门。最后一位是法律系孙婉纯孙同学。迎财神，接财神，把财神接到我家里头。谢谢各位。另外还有一个任务要交代，就是98年度的99年度的会费还没有交的同学，请交给总干事王永强。选我。天天是晴天，經濟有生機，祝福你年年花開錦繡，行運財運鴻運傳來好福氣，願這新春。